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启薇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又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了，大家来咪咪笑讲客话。现代人的联络方式除了 telephone 电话之外呢，还有使用 cell， 也就是大哥大的几率也越来越普遍，几乎是人手一机的地步了。所以讲电话的礼貌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课题哦。电话的客家话呢就叫做天发，天发，你看跟国语是一样的。那打电话之前呢，要先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。那电话号码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天发号码。天发号码，也就是电话号码。那电话号码呢，是从1到0的 digital numbers 这样子的数字来形成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比方说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的电话呢是87894567，那么客家话怎么说呢？87894567。我再念一次哦，你也可以把它抄起来哦。87894567，其中5呢是用个要用鼻音啊，所以一开始学客家话的可能比较难抓到诀窍了。跟我来一次，来，你在干什么意思？哈哈，原来是在讲客家话的5。好，那剩下其他数字怎么说呢？干脆我们从1念到0好了。123456789，客家话是这么念的，跟我来哟。1、2、3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再一次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下一次可以试试看咯。我的电话是几号呢？如果你跟客家朋友的话呢，你可以用客家话跟他说。如果有人电话打过来说，哎呀，你打错了，打错了怎么说呢？打唔错嘅。再来一次，打唔错嘅。注意客家话的错是对的意思，错是不对，是不对，所以你打错了，叫做打错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别忘了每天跟我学点客家话咯。再见，安子 say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